旺角塘尾道長輝大廈7月1日下午發生命案，一名45歲姓陳男子被發現赤裸倒卧喺單位內，送院後證實死亡。警方其後拘捕4人，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。據了解，警方接獲35歲姓何男子報案，衝鋒隊到場時發現死者倒卧單位，現場凌亂，並檢獲多種毒品，包括氯胺酮、冰毒、大麻、偉哥同液態搖頭丸。警方初步調查後，以涉嫌襲擊同販運危險藥物拘捕何男，並以涉嫌襲擊同服食危險藥物拘捕另一名58歲姓陳男子。其後，警方再喺凌晨拘捕2名男子，分別53歲姓李同48歲姓盧，涉嫌服食危險藥物。消息指，死者同4名被捕人係透過男同志社交平台 Grindr 認識，並曾多次喺單位舉行涉及毒品嘅性愛派對。據悉，何男獨居，經常喺案發現場舉行多人派對，涉及毒品同性行為。案發當日早上，單位內再次舉行派對，期間死者突然情緒激動，並攻擊何男同盧男，盧男同另一人隨即離開。當時死者仍然清醒，身上冇致命性創傷。警方強調，案件仍在深入調查中，暫未排除其他可能。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資料 ，champhon 係指男同性戀者喺性行為期間透過毒品提升性歡愉嘅行為。常見藥物包括冰毒、popper、偉哥同脂水等。類似事件並非首次，2025年6月亦曾有男子喺紅磡村參加毒品性愛派對後猝死。